努力的、上好的奉献到上帝。咱真感谢主，昨昏吼，话咱教会安尼迎子50几年进前有2项真要紧感谢主的活动吼。第一项是咱有100位的兄弟来伫咱甲咱即个礼拜堂吼，对5楼到1楼吼，内内外吼来甲整理、来甲漆来甲款玻璃窗拢甲款清气安尼吼。咱就上年呢，因较较早，因2礼拜前就甲款好3楼款好因昨昏就是用迄个因1年外前分一个德光吼，咱台湾的德光足水的德光来迄个欠钱的德通大家落钱一栋外吼，当昨昏拢莫来教会安尼做伙来献上感恩来做见证然后落证甲用互破甲钱倒出来这气氛拢足感动，知影讲咱所要做的事，我会当用什么来感恩会当用什么来奉献到上帝。咱真感谢主。虽然时间要到大家人特别是负责的同工会真无闲、真着磨总是咱感觉讲，伫迄个无闲中间，迄个感恩的心哪甘甜这是咱兄弟姊妹诚做富强人，诚做50几年你我每一份子，咱要伫8月初9做伙组织来敬拜、来学乐、来感谢。咱也要通过今日话语做伙圣经的话来做伙勉励。咱也要分享主的听伫咱的中间，咱大声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赐福阮，互阮伫你的听中间领受到至宝贝的祝福。主啊，阮伫迎至50几年，逐项事工一步一步咧进行，当已经剩最后一段，就是阮要迎至50几年的感恩礼拜，佮培灵会。主啊，阮知影，因为过去你安怎保守阮，阮也确信。伫阮大家尽力来迎至备办，主你也要伫即个最高峰的庆典中间，降落你满满的恩典，互阮知影你是活我的主，你是听阮世间人的主，你是听富强教会的主。主啊，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来勉励，愿你亲自启示阮来开启阮的目睭。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上帝的话奇妙，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续接伫即个登山宝训内底的教示吼。咱今仔日是伫第6章的19节这段吼。咱有2个主题：天上的财宝到底是甚么？上帝仆人是安怎认上帝做主？这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伫这2礼拜，咱有真侪50几年的事工，要伫礼拜中，甲咱大家会友组织吼，有一寡足要紧的代志要甲咱大家分享，所以牧师可能会保留其中的一段吼，后礼拜咱再搁继续来学习啦。这个主题咧讲起到第6章。耶稣基督教导是2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咱顶届所学习的第1到第7节，就是咧讲起到咱个人家己的私人的生活，你的灵性生活，就像你写事唔通互别人知，你的祈祷唔通伫遐大细声伫外面大声，禁食是因为咱要看见上帝恩典。毋是要伫遐，互人看见讲你禁食真高、真厉害，迄种意思吼。这是第一段，咱伫顶悬所读的。今仔日咱读的第2段是咧讲起着讲，伫咱这世上所参与的，你会接触到的，处理金钱的问题、食穿的问题，你的生命的志向的问题。这是咱伫19节到34节所要学习的。对伫安尼。咱的主，伊毋若关心咱私人个人的灵性、性格咱品格的培养，伊嘛关心伫咱所有的生活的全面得着。对伫主耶稣对咱的呼求，也是讲对咱的呼召，意思是爱咱，特别是当时耶稣伫遮所有的遐经学士、法利赛人遐
宗教的领袖的中间，伊要强调，也是讲要提醒，就是爱甲遐宗教假冒伪善的无相像，用外面的标志，也是讲外口的表现，安尼风光亮丽的迄拢毋是耶稣所要求的，是你内心的真实。佫甲啥会无共呢？遐无宗教信仰的人，用遐世间的财物物质看作是要紧，是讲迄个就是我的全部啊。耶稣讲，即个毋是恁咧追求的。当毋是讲哇，安尼咱基督徒安尼数空气就饱，毋是即个意思也是讲咱基督徒这世间事拢无咧插，毋是耶稣讲的是迄个看重甲看轻，重这毋通重迄。咱会当今仔日分享，要分享两个部分啦第一是两种财宝的选择这19、19、20意思所讲的，这个圣经就安尼讲毋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上，伫遮有糖价会生鲜，贼的乌空头体，佫着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天顶，伫遐无糖价，袂生鲜，无贼乌空头体。安尼讲话甲两段拢要共款啦，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天顶的财宝，一个是地面上的财宝。地面上的财宝，反正袂当永久啦，所以伫当时用即个话讲了真事实，讲糖加生鲜贼伫头体，天顶的财宝就袂安尼耶稣用即句话做结论，伊讲：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尼表示讲，财宝伊是中性的，但是你的心你的心若伫遐，你会影响着你的生命会充实安尼。对伫遮，咱看见耶稣提出两种选择的条件，两种财宝，天顶的甲地上的。两种属灵的状态，咱等下会讲，就是光明甲黑暗。两个主人，就是上帝甲金钱，拢是两个啦，一个对比，选择决定看重看轻什么是要紧的，这是咱基督徒所着爱领受甲学习的。特别讲到财宝，咱知影台湾这2年来，毋知什么原因迄个股市像一个坐高铁的袂赴人对就对啦。听讲即马连学生囡仔拢咧研究要安怎投资呢？股票呢？讲去借钱要投资咧，我哇遐厉害！股票哪会遐简单就能够得到？安尼世间就毋免讨趁世间的财宝，这是自然的现象啦。我想咱兄弟姊妹大家嘛，拢会经历到。但是耶稣咧讲的毋是追求财宝。是一个完全歹的事，伊是讲你安怎判断所以耶稣并无禁止，圣经内底无讲你袂使有财产，你袂使有资产伊无禁止拥有这个财宝，也是私人的财产啦。因为圣经无安尼禁止，所以咱大圣的观念就是讲，耶稣听起来咱若讲到这讲你这拢是一个分顶咧飞无咧管世间事世间毋免食毋免穿吗？毋是，耶稣绝对毋是安尼讲。圣经内底真侪拢咧讲起着，咱要有充足的生活的资产，你才袂伫迄个所在夭糕也是困难。所以咱看见圣经伫箴言6章60、80，讲伊学了教遐，讲伊伫热天就准备食物啊。因为要过冬嘛，你要看好变所以这是肯定讲，咱人有资产好好运用，这是真合理的，而且是真应该，是正面的。圣经就安尼讲，贫大人去看狗遐，看伊的所做，通得到智慧。伊无领袖，无头目，无官长，毋过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物，伫收成的时积聚肥粮。哇，讲了非常清楚呢，连迄种细细的狗遐，咱
看唔上美的教遐人，伊都为着家己的性命生活准备啊，才好势。啊，所以对伫人成就有这方面的资产啊，咱会晓，咱的即个教会举办几摆吼啊，才会即个用迄个圣经来理财即款的功课，拢有讲到啊，表示讲钱财是伫你的操作，伫你的管理的下面，毋是互钱财做你的主人，你做伊的奴仆。啊，佮第二项，甚至即比讲遐无看顾家己家内的信徒，讲比无信的较无好。意思讲，你做一个信徒吼，啊，连家己的家庭生活拢无要照顾，安尼这也会坎折，啊，比人遐无信主的较歹的就对啦，吼。啊，所以圣经是安尼讲，若有人无照顾亲情，特别是无照顾家内家己厝内的人，伊已经背叛信仰，比无信的较害吼。真提醒呢，咱好爱真健健正正啊，好好准备，互咱的家庭啊无欠缺。无伫个所在，感觉讲困难安尼吼。过来就是讲，第三项，咱毋是气绝，毋是讲拢像要足清高的吼，世间事拢无咧插，是好好享受上帝所做，使各种丰富美好的事物安尼，这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他已经在安尼甲咱提醒讲，因禁止芥菜，禁戒一寡食物，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的。意思讲，你讲有一寡人安尼啦，但是安怎呢？因为上帝一切创造拢是好，若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意思是，咱会晓感恩，会晓领受，会晓去享用上帝所赏赐的。但是伊无甲你讲，你爱奢侈，你爱拍算，你爱浪费，你爱安尼，逐项吼损害大自然啦。伊是讲，照上帝予你的恩来做伙领受，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当然安尼，圣经无禁止，是咱耶稣直接安尼讲，就是咱要学习的。耶稣会禁止的是啥物？就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得积聚财宝，自私过着奢侈奢华的生活。安尼吼，你若讲你家己一个无去管着别人吼，迄嘛人无法度人安怎哩？但是耶稣讲，咱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奢侈生活遐尔安尼富裕，而且安尼真够浪费拍粉，但是对边遐艰苦送乡的人，你拢无感觉。安尼就表示啥物？就是完全用家己的物质在糟蹋家己的骄傲，对你艰苦人拢无咧看在眼内。伊讲这就是甲内心束缚伫地面上的物质。所以意思是讲，有的人伊真丰富，上帝予伊真丰富，但是伊无因为伊即个掠做家己的骄傲甲偏颇，是伊感受到上帝予伊有一款的能力，会当做更较多的代志。有人关心伫教会事工，有的关心伫社会公义，有的关心伫遐社会弱势者，无因为家己的钱财伫遐来偏颇，这是耶稣所要求的目的。顶外我看到一个底片，伊咧讲吼，伫中国，伫咱迄个算讲民国了后吼，规个中国抑阁是真落后啦，真正安尼。规个大陆的生活，大家拢非常的歹过。但是呢，迄个时阵吼，有美国来教会的人，特别有咱都听起足出名，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去到上海，去到北京，设立现代西方的病院，用着当时美国真多的基督徒所奉献的钱来开设病院，来去医治照顾当时遐个中国也无安尼现代化吼，
拢无西医的迄个所在，真侪人因为安尼病得到医治，嘛有人专门针对着迄个妇女，因为当时呢，妇女咱知影伫中国早期吼，若要生产吼，就是敢若产婆会当帮忙啊听，无病医通帮忙，有迄个女的美国来的女的医生，伫遐所在开设专门为着遐艰苦的妇女要生产的时阵，甲因安怎互因平安来生落细囝。哇！这故事是非常非常会感动人啦，迄故事讲袂了。其中吼有一间病院，你顶下有捌听过？咱知影咱定咧听起，咱较早的孙中山有无？孙中山先生啊，伊都得肝癌嘛吼，到尾过往伫倒位呢？北京的协和医院。你像协和医院是倒一间病院啊？迄就是美国的教会所设的病院。到今仔日吼，改成即个病院也可能有经过转发，但是还阁是真领导性的病院。安尼意思是讲，当时的洛克菲勒若要讲财产世界首富嘛，但是伊无用这个钱当作是伊家己安尼富可敌国的一个算讲家己伫遐荣耀家己，伊是用真侪钱去帮衬真侪创乡的国家，无论是医疗啊，无论是图书馆，特别是开学校。啊，这个就是耶稣爱咱讲的讲，上帝互你有这个资产。目的毋是要互你请赢家己来享受车花，是要互你有气力，通帮衬即个社会安尼。啊，因为安尼，耶稣强调的是你的内心啦，吼。有的人身躯财产一大堆，但是伊无伫人的面头前讲，哇，安尼伊我尔啊请赢无啊。我听讲吼，讲咱台南人吼。这方面上高，台南人吼足侪吼穿浅拖吼，啊穿短裤的欧巴桑，啊不，迄欧子桑，啊去牛肉汤的店吼，食一碗牛肉汤吼，你毋通看伊安尼穿浅拖撇的吼，迄拢是溢来溢去的，安尼就对啦。啊，较早嘛有人讲着讲基山吼上出名，迄阵金蕉足出名的时阵吼，有人穿一领吼，金蕉呢的衫，安尼乌，因为金蕉呢足黏的吼，啊用着涂就洗袂起来。啊，有那穿浅拖啦，啊去到迄个农会，讲想要领钱啦。迄农会小姐讲，哎哟，即个庄卡人来遮要领什么钱，拢无要插伊安尼啦。吼，啊，家领落落去哦。伊讲，安尼我总领出来。迄过个人啊讲啊，插伊啊，不在意啊。一个看到伊的手指部啊，讲啊，这声不得了啊！啊，互伊领去哦，规个迄个农会钱都起一半较价啊！吼，哇，赶紧经理出来甲会失礼呢。台南人吼，经过400冬吼文化，即个训练有哪有差啦？吼，袂讲吼，像人讲迄田桥啊，安尼吼，安尼足响头的，伊就是足低调。但是主要低调以外，佫像耶稣讲的讲，会晓去关心着即个社会需要。耶稣强调的内心是讲，咱的心若是军队伫地上，安尼就毋对，因为咱的内心会互伊绑掉的。无论是地上，还是伫天顶，拢是迄个情形。啊，所以耶稣在提醒的意思是讲，人要收集到即种的财宝，事实是大家拢真清楚啦。吼，应该领受迄个袂互唐家、袂互偷摕、啊袂生鲜的财宝，伫天顶的财宝。但是安怎？人会乱作，咱毋通想讲啊，你知我知，道理拢知，事实是人的乱作。因为地上的财宝，你知影会拄到足侪问题，本质上无安全的。但是因为人的贪心乱作，容易陷入伫迄个中间。啊，所以上帝讲的天顶的财宝，毋是讲我甲地面的钱吼，安尼甲寄去天顶啊，毋是即个意思。天顶的财宝是一个属灵的部分。是一个生命丰盛的部分，是一个甲主亲近、领受祝福的部分。吼，毋是世上咱讲银行的铺的钱，也是你偌侪的产业。天上的财宝就是迄个袂受破坏、永远安全。啊，你爱努力的是甚物呢？第一，你要发展出亲像耶稣基督听的款式的品格。这个是天上的财宝。第二，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讲的，有信、有仰望、有听，
去追求增加，这就是天上的财宝。第三，你对耶稣基督咱的主的认捌更较深，这也是其中的一项。第四项，你热心来传扬福音，伫教会事工你欢喜参与，骨力来拍拼，这个拢是毋是地面上的迄个金钱在计算的，总是这是天顶的财宝。传福音带人归主，咱讲一条灵魂的得救赢过世间所有的财宝。所以你熬引带人信主，熬传福音，熬见证，你是咧趁天顶的财宝呢？你是积住天顶的金钱呢？佮最后一项是讲，你会晓运用基督徒各种的资源来做慈善的工作，互遐艰苦的得到帮助，互遐社区的人知影，你信耶稣是信真的，毋是咧信表面的。所以咱今日50周年的时阵呢，咱教会慢慢咧想讲咱应该有的上帝拢甲咱赏赐咱应该搁做甚物？咱50年过的时间有一个大部分，就是讲，咱要安怎甲这个社区搁较结连？社区遐个艰难、艰苦、困难的人，咱有看见因的需要，所以咱现在开始咧运用，比如讲咱的课后陪读班418，咱有望讲过来要来推动迄个老人即个接待的事工，毋是只干那上年团契那听，有这老大人，咱社会老化的比率愈来愈悬，这长辈安怎也有机会来接触信仰？咱来服务社区遐有需要的人，这是咱尽咱有的资源甲气力来做。这是咱50周年过，咱感觉讲向神奔驰迄个脚步无停呢，咱佫要继续的。你即位总讲起来，包括咱为着教会事工，为着奉献，这个拢是在积住天顶的财宝，这是耶稣所甲咱讲的。所以天国的投资啦，天国的投资是无贼仔会当偷，无有金融危机，才会拄着消息。我来讲一个例，讲早前有真侪咱台湾有几若波要迄个股票泡沫化，对毋对咱基督徒嘛，足侪人将到投资将到投资我捌听起有一个感言啦讲有一间教会呢，这个兄弟对投资这方面真内行呢大家就讲哇，教会若来搁建堂去水水，毋知要偌好。就大家咧无用投资股市啦、股票啦，钱拢伫遐咧教就以后若有机会等搁较过啦，若有机会，大家来计划就对啦无拍算讲一个世纪的股灾咱有一站迄郭婉容迄个财政部长毋知要扣什么税突然间迄个股票落一个哇，跋落到涂骹的意思啦足侪人拢损失有够多就对啦大家就讲笑讲哇，迄阵若要知遐个股市接去的遐个来起2间嘛起有够安尼就对这意思是讲，这个世界包括金融危机，较早什么雷曼兄弟的风暴你会知影讲，这个物件永远风险拢伫咧毋是咧讲咱爱无要插伊，是讲你爱晓细致去避险就对啦。但是耶稣讲的意思讲，这世间的财宝，包括讲咱世间人，当你的世间的利润也到，遐个拢毋是你的，拢毋是你的，甚至你若处理无好势，可能引起子孙冤家呢，相拍呢，抢夺财产呢。所以当你若会晓看清楚这个，你就知影讲原来天国的财宝甲投资是何等会有价值甲需要。顶礼拜咱有报告讲，咱教会殷家老师殷家阿公迄个黄金田牧师98岁才过往去啦我顶2日看到殷家老师的阿叔就是有黄文英牧师啦伊伫即个个别式的时阵，伊讲一篇伊的老爸的故事，就是黄金田牧师的故事伊就咧讲啦
讲真侪啊，真感动人的见证啦吼。不过其中一项甲今日的主题有关的，伊讲吼，几年前因为疫情到黄金呢，我虽然90几岁啊，伊想讲哇，我这性命毋知什么时阵要无去嘛，毋知啊。讲伊就写遗嘱啦吼，写一个遗嘱安尼。若听到讲遗嘱讲，伊那个写讲我这财产要互啥物人吼，什么代志安尼交代。讲内底也无写半箍银就对，拢无讲着，干那讲信仰，干那讲子孙爱听主，爱认真为主做工。迄个遗嘱拢无咧讲着，讲爱分配偌济钱财的意思啦。你表示讲黄金莲牧师呢，伊真清楚世间的财宝吼，若上帝赐福，保证你无欠。但是迄个宝贵的信仰的传承，一代过一代，拢非常的要紧。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有资产，这是上帝祝福。你毋通想讲这歹势，但是你安怎看重这个，就是天国的财宝更较要紧。所以耶稣基督保证讲，天上的财宝就是追求上安全稳健，保证这个获利的天国的财宝是安尼。当第二个部分，简单要甲咱三个分享吼，就是眼光甲身体的灯啦吼。这经节咱嘛是非常的熟吼。这经节安尼讲，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因为你的目睭若灰，规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这个黑暗是我年啊重。这故事咱拢非常的清楚。咱嘛知影，咱身躯的目睭实在是足宝贵、足重要吼。有时咱目睭开始咧无好势时，咱赶紧要找医生，因为有时一寡身躯会无方便吼，还佫会忍耐者。你目睭若无好势吼，真正亲像灵魂的窗啊，你就无法度通做代志啊安尼。咱看去讲，咱有目睭通看，这是光明，互咱的身躯要行动有一个指引。但是咱嘛看见讲，伊咧讲光甲暗吼，有时目睭的光是对你真要紧无毋对。但是咱嘛有时听到足侪，有时咧讲气话啦吼，粗话嘛拢有啦吼，咱毋是咧批评，为庄卡人啊咧相骂讲，你是无目睭晓安尼。安尼表示讲，你都无看到代志吼，毋是干那讲目睭看无到啦，是你这代志看无清楚啦。无你目睭是生日加只偏晓安尼，无咧认真看吼。所以咱有发现讲，有时吼目睭无看见的盲人吼，伊有足大的困难呢，会通暗中黑暗中做真侪代志。安尼什么意思？就是有时毋是肉体上的目睭，但是伊的心灵是光明的。所做的代志无一定输目金的人呢。我伫读册，甲谢牧师读册的时阵我有一个学长叫做屈瑞燕牧师啊，伊阮的学长，阮都做伫学校过，伊是伫咱的德光教会退休的啦吼。伊从出世都无看见啊，伊都毋知影光是啥物啦。但是因为自然就安尼，伊发展出足侪迄个上帝予伊目睭看袂到的能力。比如伊会听音乐足准的，伊毋免看谱，会晓扭小提琴。伊钢琴会晓共调音吼。阮伫咧学校的时阵有一个足趣味的故事啦。有一摆吼，学校的宿舍停电啦，来讲这啥惨啊！无手电啊，也要修理，要哪修理啦？这个屈学牧师吼，阮拢甲伊，因为阮学校读册的时阵，拢会号一个英文名，伊号叫做 Robert。咱规气讲罗伯足歹，英语足歹读，规气叫做罗伯较紧罗伯。罗伯讲，互我来，安尼啦吼。大家讲，你也无电火是要修理迄个开关啦？伊讲我毋免电火，真正人伊手摸的吼，毋免借电火人伊甲你修理好，就开电就开啊。大家讲，哎哟，真正黑暗的时阵敢伊光明啦。尼意思是啥物呢？看会见的人行伫光明中，看袂见的人行伫黑暗中。所以咱身躯伫光明甲黑暗是足大的差别，但是伊的关键是伫你的目睭。所以咱大家足注重目睭的保养吼。这是屈士牧师这个屈士牧师吼，伊会优秀的琴安尼。但兄弟姊妹，咱看见讲。
咱的主伊提出一个对比，就是目睭青眉甲看会见的，代表黑暗甲光明。伊讲目睭是身躯的灯，是咧讲明咱的目睭亲像一扇窗啦，吼，会互光明来照入来，吼，会当互光明照入来安尼。但圣经吼常常甲目睭甲等同就对啦，讲甲譬如做人的心，意思是你有肉体上的目睭还无够，你要有心呐，你的心意看会出即个代志的本质。有人是看表面，有人是看见即个代志的本质。啊，所以讲，甲心放伫什么，甲目睭注目伫倒位，同意思。讲较注意的啦，较注意的啦，较专心的啦。啊，讲你目睭爱看啥，同意思啦，吼。兄弟姊妹，诗篇119篇的第6节讲，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我就无地够见效。10节讲，我一心要追求你，求你，互我无背弃你的诫命。就是重视，亲像一个目睭有注意看到。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讲，咱的目睭影响规个身体，啊，咱的志向就是讲，我的心意伫倒位，就是你目睭看到目标，心思意念甲目睭所看所在，拢是影响人生。咱真出名的经节就是，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拢对心来发出，吼，你爱保守你的心啦。赢过保守一切，你的心若正，就是你有一个属灵的目睭，有看见事代志的本质，好甲歹，表面的甲真实的，啊，迄个果效就发生出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耶稣互咱的提醒，就是亲像咱看见目睭，互身体带来光明啦，啊，服侍上帝，甲人的心智。甲生命带来意义，啊，所以你有肉体的目睭看见一切事，你办代志非常的顺遂。但是你有一个服侍主的心智，你会互代志带来光明。所以心灵的目睭有时比肉体的目睭搁较宝贵，啊嘛搁较困难。但是咱常常甲伊疏去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有生理性的眼光，就会看清所做的代志。啊，咱正做工课吼，啊，目睭若光明，做代志足舒适、足好势啦吼，啊，拢足清楚、足标准的吼，足有准则的，啊，有前进的方向。但是更较要紧是，咱有灵性的目睭，属灵的观点会当正确调整，咱的生命就有目标甲开展。耶稣一个登山宝训。所讲的好亲像有时较属伫一个灵性上的议题，吼，还是生活上的态度的问题，总是咱生命本质真宝贵、真要紧的部分。兄弟姊妹，我咧讲，咱最后有一节圣经节，6章24节，讲时间咱要甲伊接起来，伫后一摆咱再搁煞接落去分享。互咱今日所分享这2段，无论是财宝。天顶的财宝，地面的财宝，肉体的目睭，还是心灵的目睭。耶稣基督爱咱所做的是讲，你的心伫倒位，你的财宝就伫倒位。你的目睭有看见事情的本质，你就袂错误，袂歪错。啊，所以咱嘛听见一句话，讲咱迄个财宝吼，你是注重倒位？啊，你的心就是伫倒位，但是有的人嘛较解释讲，钱财伫倒位，你的心嘛伫倒位。另外一个较正面的解释就是讲，我因为真关心送向人，我因为真关心社会公益，我因为真关心这个环保，所以我把我的钱财投入伫这个所在。你就会去关心迄个代志，关心这个代志运转了好势无？有人得到帮助无？生活有得到好过无？所以迄若是正面的事，你有投资伫遐，你就会认真伫迄个所在。但是，毋是为着家己的这个获利还是需要所伫遐咧度无。愿咱的主伊所讲的话命话，互咱得到美好的学习。下面呢，咱有几项的
运用这个程序要进行吼，就是咱要先来吟这首50周年的纪念歌。